公路局有伫台东开一条9公里长的关山顶外环岛，不过所风声讲，国防部要甲利用做战备跑道，在地要求国防部应该甲跑道设伫咧未来要开的华东快速道路。 关山镇的民众12下昼伫咧顶公所外口举抗议的牌仔，反对国防部甲空军要伫咧华东公路关山镇外环道起建备跑道。我们现在因为都有用植保机，也会影响到我们了。炸掉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对成我们关山的证明的生命财产造成一个威胁？ 华东公路车流量愈来愈大，公路局利用台东关东侧管道，正伫咧去9.5公里的外环道要消透车流。 因国空军打算利用其中一段，至少2公里做建备道。本来征收私人土地甲农地面积是64.5%，因国若做建备道，征收的范围会增加到67.1%，可能会影响稻外的生产，也会限建。伫咧说明会，地平甲管区拢反对用农产化建基。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表示，军方未甲民众对立，即嘛抑阁伫咧规划阶段尔。 那拓宽道路的已经有要征收的计划了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，我再多增加一点点，尽量减少影响程度之下来设这战备道，这是我们当初在这里设计这个战备道的这个用意。你要不要拓宽啊？要。那给你拓宽成战备跑道好不好？不好，听到没有？不好。 因为公路局又搁重新启动10年前规划华东快速道路可行性评估，地方的民众建议，伫咧国防甲民生兼顾的考虑下，会当将建备道改设伫咧华东快速公路。空军的参谋长赵正平表示，会将这边说明会各界意见早登去研究，保证绝对袂迫害民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